博士来遮做演讲，我和高博士熟悉差不多一中间，我感觉高博士是一个无能无架子真豪爽一个看起来真亲和力的一个博士。非常欢喜吼，有这款的机会吼，会当来这个福伦社吼，来讲我长久以来吼，伫做的一寡大家可能较唔知影的代志啦，吼去啦，吼，为我小学讲起，我小学吼拢讲即款话嘛吼，西门国校也去，奇怪哪有我老师在讲啥我听无啦，我足紧张咧，尤其老师若叫名的时阵，我上紧张，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吼，有一届吼，我差不多拢无问题啦吼，有一届老师叫名，我就徛起来，两个人徛起来。伊讲，毋是你啊？我讲是我啊，7号啊。讲毋是6号，即摆6号尔，算毋对啦。我一个月内底老师讲啥拢听落。唯一有办法应付的就是安尼，用撇步就对啦。所以讲有点名就紧张啦，几号第6号，第7号，我就徛起来。大概拢过关啦。有迄天可能较无注意，算毋对。国校的时阵咱拢咧讲台湾话、河洛话尤其我是西门国校，我西门国校算拄我2种啦，一边是算台北市较即个发展的所在，另外一边就港坑所以阮像讲5、6年嘛有真侪同学就是入去所谓放牛班啦、放牛食草班大部分定定拢会。好拢是拢讲台湾话嘛，有啥会叫团徛啦、交互蹲跳啦、罚钱啦，迄年嘛爱考试呢，所以第一关人生的第一关考试，考试迄个算讲厝人足紧张咧，结果2科嘛，数学1科，国语1科嘛，迄阵阮母就甲我讲啦，讲台湾人数学较好啦，外省人国语较好啦，咱想嘛有道理，对无？果然是数学较好考98.5分，所以才考调台东、中学全一路传入起，尾果然啦，叫阮母讲着讲是数学较好才读迄落台湾大学的数学系，了结果就出国去。出国以后我甲我无影呢，毋是因为我数学较好呢，我语文嘛袂歹，但是因为教育系统毋是用咱的母语，所以咱上细汉就叫压迫，语言的压迫。尤其伫迄个时阵拄好，即个省议会省议会即阵的时阵，所有外交用即个台湾话讲，结果省长大骂，所以嘛讲奇怪台湾省民用省语讲话，安尼袂使迄阵林义勇啦几啊个即个省议员拢伫安尼发表真侪支持讲台湾话的话的言论，迄个时阵我就投稿伫海外啦全写一篇文章。叫台湾议员甲国民党中心就是讲台湾话是毋是搁落会留落这是迄个时阵的问题啦重点就是讲日本人甲咱压迫50年，台湾话都无死啊是安怎？你中国人你汉语，你讲咱是共民族的，你讲安尼压迫，你台湾会死未？我是认为袂死啦过来所以咱即马好好来看，实际上咱讲的这河洛话也好啦，台湾话也好啦，闽南语也好，实际上全世界有4600万人用啦，是第21名会使用的话式，所以这是原来算真侪人咧讲的一个话所以人口是真侪，但是真弱势。举一个例来讲啦，就今日咧台湾啦
电视台嘛无专门用台湾话的电视台，啥物款话拢有啦，台湾话无啦，过来。主要分几个国家，台湾70%的人，新加坡45%，中国虽然是2.1%啦，实际上2.1%就比咱这较济啊啦，所以上多实际上在中国那边过来。所以台湾有1500万人讲咱即摆讲款即款的话，真可惜咱愈细汉的时阵讲好，但是大汉就无去即摆的囡仔是安怎？要甲阿嬷讲话才有办法讲台湾话啦，若无拢叫即个北京语、强势语言拍拍是过来。所以伫美国的时阵我若有即个机会啦，报纸顶头一来看到但是伊就看到足神，因为主要报纸顶头两边俩战争啦，看到足神的，因为一派叫做教罗派啦，就是讲教会罗马尼啦，代表人就是治疗委来讲即摆的即个李勤华教授，另外一派就是林继荣，林继荣是伫成大法学系教授，伊做一套台湾话，叫做现代文书法，伊的即个传人玉红啊，我的朋友，两边就伫海外12点后，进来，讲我看足神的过来。到底是咧正啥？主要的道理是教会罗马尼就是讲咱遮应该有真侪教育即个圣经顶头写的款的教会罗马尼，伊是做本条啦，但是亲像即个林继荣这派是讲咧做变调啦，本条变调即咱台湾话实际上拢有变音啦。举一个例我讲台湾文学馆，所以大20秒咧变，所以咱是尽管是讲即款话，但是规则是啥？这困难，尤其讲要叫一个机器来做这方面，自动发变，这是困难。所以上好是写的时阵像英文安尼，像西班牙文、拉文安尼，你是安怎写，就得安怎读。我个人较注重安尼是啦，这是注音变调的，所以我个人是较倾向即个现代文书法，但是做本调的就是罗马，即摆的即个圣经即个台文系统做本调。另外一个咧清楚的是讲，即个音要安怎写像波的波，到底是用 V 还是用 P？像做讲北京啦，咱英文叫做 P 嘛 ，P 开头嘛，后壁是 K 嘛，中国咧写 V 开头嘛，奇怪这差是咧倒位？这就两派无共的所在所以清楚有伊的道理伫的过来，所以爱做一寡研究所以我1999年就开始想讲机会要倒来，咱就写一寡国会好的计划，你知无？要去争取经费我就找一寡朋友写一堆结果实在结果讲这种地方无等你研究啦，你这根本就无学术价值啦，我是会足气的。2003年迄阵嘛安尼去教育部去测过来，这是我2003年测的，一个例啦，参像我嘛请一寡大牌的教授出来呢，庄万寿教授参像这个李学阳教授，李学阳教授是军系我台资讯系创系系主任呢，到后尾这个杨延教授在遐现在结果就讲无统计啦。问题什么理由拢无重要啦，上少即届3年以后较客气无甲你讲这无甲你研究啦，干那讲你水准无够啦，无统计啦。